小浮夸说，他让我早餐吃饱一点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下一个行程我们要去晕通一下。不过既然我都到遥远的他乡做客了，应该不会只是带我跑步这么简单吧？哈哈，做做看要有拉皮才晕通吧？哎，小浮夸，太夸张了！而家人晕通，結果喺一條天涯嘅手表哦。刚刚是按 T P 中的晕通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，它底下已经贴到在天花板上面了耶！超高，超夸张哎！老师，蜘蛛人是你演的哦，太难了！好，老师，刚刚就按钮会晕通啊，这个攀岩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有个身高限制之类的？哦，没有哎，现在这个从2岁到60、70岁都可以，有小朋友啊，小朋友有没有男生女生的限制？也没有哎，没有。女生爬的比较好可。以绑绳子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如果高一点就要绑绳子。有高一点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绑绳子？因为我是教练啊。我是老师。下面是老师说 OK 好不好？可以，现在不是说可以，我们一起来玩。好，老师，不然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OK 最简单的初阶的就好。好，初没问题阶的就。好。墙上一颗颗彩色的石头，看在教练的眼里，也许几秒钟就能构成他想攀爬的路线，但在我眼里就只有满头的问号。亚运通喊歌哟，还蛮可是干嘛去 Q 耶？ Q 很可是，蛮可是因为我们是说跳哎，哦，真的说是 Q。哎，老师，你可以直接就把我拉上去就好了。哦，拉不上去。那听我口令哦。好，开始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一定会。不到一会儿功夫，小浮夸已经攻顶了。我真的不是懒惰不上去哦，是我只要一想到爬得很高，就不敢再往上，也不敢再往下看了。用完，你見邊個佢要通？要拉厲害嘛？挺厉害耶，挺厉害耶！而且说真的，我刚才在上面的时候手在发抖，我一度是想放弃，现在手都还在发抖。我真的是跟你平等，我挨初级感都變過來了。你安排呀！我对我今天的安排非常滿意。我不行，我真的太累了。亚运通喊 Q 哦，我觉得我还是适合跑步、游泳或做瑜伽、攀岩。等我练好我的手臂肌耐力再说吧。